第30課，話說移民。課文：香港係個神奇嘅地方，成日有人係咁遷出遷入，正係呢種源源不斷嘅人口多向遷移，令到香港保持活力同興旺。喺過去，香港嘅歷史離唔開移民史，喺將來，移民仍然會係香港社會生活嘅重要話題。80年代末期，香港人口開始有咗急劇嘅變化，到外國嘅海外移民人數逐年上升。1987年係3萬人，到1991年就有6萬人。原因呢，比較複雜。粗略計起上嚟，無非有2條。一條係香港人適應性強，素有到國外揾食嘅傳統；另一條係有啲人對1997年香港回歸有憂慮，想喺國外揾個太平門。由於走嘅多數係中青年專業人士，對香港社會帶嚟嘅表面影響就係人口老化同勞動力短缺，而深一層嘅影響就關乎社會結構，甚至係價值觀念啦。譬如講，而家有啲後生嘅夫婦，由於顧慮到移民後嘅適應問題，直情唔想生仔。對於生於斯長於斯嘅香港人，移民點講都係一種搏得就搏嘅選擇，但係俗語有話，物離鄉貴，人離鄉賤。到咗彼國，好多時只有見步行步，正所謂馬死落地行。撞啱經濟不景氣，唯有回流返香港。至於遷入嘅新移民，70年代以後嚟到香港嘅就超過100萬，直到而家700萬人口之中，就有4成幾唔係喺香港出生嘅。要呢啲新移民適應香港嘅社會生活，無疑需要時間、耐心同幫助。政府積極制定相應嘅政策，正係解決問題嘅關鍵。重點詞彙：揾食、太平門、後生、直情、點講、生仔、搏得就搏。俗語有話，好多時馬死落地行。補充語彙：詞語：歸化、護照、居留權、華裔、華僑、太空人、坐移民監、歸屬感、單程證、雙程證、偷渡、人蛇。句子：點解要移民？呢個係人各有志嘅問題。其實好多人都係抱住照顧下一代嘅心理嚟考慮問題，只不過到頭來下一代領唔領情，呢層就冇人知啦。作為炎黃子孫，大家都希望祖國安定富強，因為咁樣喺外國生活行步路都理直氣壯一啲。會話聆聽練習。琴晚打電話去你屋企，搵你唔到嘅。哦，琴晚去咗飲，我老婆嗰邊有人移民啊嘛。又移民，我就冇諗住移民啦。嗱，呢個環境。移又唔係，唔移又唔係，移乜鬼民啦？
香港仲有大把機會㗎。望係咁望啦，望係冇用嘅，要大家同心協力去做至得㗎。咁又係嘅。嚟咗香港幾耐啦？半年咁上下啦。你嘅廣州話唔錯噃，喺邊度學返嚟㗎？先排咪參加咗個新移民適應課程咯。學啲乜嘢㗎？首先係要補廣州話啦，然後係了解一下香港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嘅有關知識。你覺得自己適應咗香港嘅環境未啊？而家仲未講得上完全適應，但係我好有信心，好快就會適應㗎啦。短文朗讀。近幾年嚟，香港產生咗唔少反映人口外流嘅新名詞，比如內在美啦，即係內子喺美國咁解；太空人啦，即係老婆仔女去晒外國，自己留喺香港打工，靠搭飛機往返聯繫；坐移民監啦，即係要喺外國住一排先攞到護照自由離開等等。呢啲詞語生動咁反映出啲香港移民嘅處境同心態。80年代末期以來，香港人口外流問題引起咗社會各界嘅廣泛關注。事關嗰個時期嘅移民唔單止數量多，而且走嘅多數係中青年專業人士，所以亦都可以講係人才外流。呢股人才外流潮對香港社會嘅影響可謂廣泛而深刻。表面上睇係人口老化同勞動力不足，深一層嚟睇會影響到香港嘅社會結構，包括埋價值觀念。而家啲香港人唔中意生仔，中意生仔嘅反而係啲新移民。由70年代開始嚟到香港嘅新移民超過100萬，佢哋無疑係建設未來香港嘅新嘅勞動大軍。